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會介紹呢隊盟友組嘅隊伍，隊伍配置嚟自真95至尊。今季宣冊有智軍，可以令到佢嘅技能升級成為江東霸主，無論係技能發動率、輸出同埋補血量都勁咗好多，而且佢仲可以揀增加主動同埋突擊技嘅發動率。無論做主輸出定係做輔助，今季宣冊都有唔錯嘅強度。佢呢一隊智軍就揀咗將帥之才同埋紅霸江東。前3回合技能高發動率，加上有靈統嘅先攻同埋增傷，令到呢一隊可以做碰瓷速攻隊，打法官盾盾甲，或者係逆兵種克制打黃馬槍一樣都冇問題。而喺滿兵嘅情況之下，亦都有唔錯嘅多穿能力。雖然下一季宣冊就冇咗智軍用，但係官方都會陸續推出老母換新計劃，舊母將會陸續加強，俾大家做多啲唔同嘅組合。咁最後就有戰報提供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